好，亲爱兄弟，大家平安。虽然伫疫情的中间，总是咱犹原伫遮欢喜来敬拜上帝。这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稳定的主，疼痛的上帝，我很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赏赐恩望的上帝。主啊，求你赏赐阮有够野心。互阮伫逐样的欢喜甲平安来充满，互阮会当有主你圣神的关联，满满得到恩望。主，你的听充满阮，互阮伫即时全部服侍敬拜，愿将下面的时间仰望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时请咱三甲来吟。新圣诗303首，主，我要学到你。主，我要学到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归荣光你生命。主，我要学到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真是听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归荣光你生命。我真是听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为荣光你生命。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耶稣是咱的牧者，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主甲咱固守。再说，请咱做伙来吟耶稣做咱牧者。耶稣做咱牧者，孤咱拢无害，破你的行径，真让阮主宰，咱应该着对伊，我可以传路，无论经过旷野。
也是点草布，耶稣做咱无食，咱无伊声音，伊说声来教示，感动咱的心。有时随梦遮蔽，也温柔慈悲，只有伊话传咱，咱是小弟。耶稣做咱无食。为着由来时，顺所老的宝血，西洋搁前去，大家又有气候，是无吃卡米。那有主的宽心，就像伊本性。耶稣做咱无食，可以手保护。再拢虽然结罪，有君伊照顾，经过是因山河，黑暗真通行，咱着予他真情，对伊阮当赢。今日我经这首诗歌的时阵，心中出现一个画面，就是咱礼拜堂后壁主耶稣抱羊仔囝迄个图像。迄只羊仔囝，互耶稣抱伫伊的胸前，是遐尼安稳自在，是遐尼平安，拢无滚量。这时，咱嘛是同款。呼求耶稣的名，求主耶稣抱咱伫伊的胸前，咱搁一摆吟这首诗歌，把迄个画面刻掉伫咱的心中。有主耶稣，咱就有平安。耶稣做咱牧者。耶稣做咱无食，故咱拢无害，抱伫伊的胸前，真安稳自在。咱应该着对伊，我可以带路，无论经过旷野，也是点草坡。耶稣做咱无食，咱把伊声音，伊说声来教示，感动咱的心。有时随梦遮蔽，也温柔慈悲，只有伊话传咱，咱是小弟。耶稣做咱无食，为着由来时，
宝血，西洋甲清气，到这有气候，是目正堪伊。若有主的款式，就属伊本性。耶稣做人无食，可以手无好，在拢虽然极罪，杨君伊照顾，经过心山谷。黑暗真通行，咱着好大真情，对伊阮当赢。接续，请咱做伙来吟圣诗156首，恳求圣神感动咱的心。来用这首诗歌来准备心，今仔日要听的讲道，恳求圣神感动阮的心。恳求圣神感动阮心，把主。亲，你在神的热情源头，予我经验未够，再造诚心感动神的所写对你客气，求你只是开条真理，生命生切意义，诚心亲像枝叶提示，我无人迷人，心心黑暗是上遐遐，使我更平安定。主那做我心内更甜，对你话的查明，地上行道就出大声，好让天顶的听。请咱准备心，接续敬拜。
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因为伊捌行奇妙的事，伊的只手甲伊的手骨已经为家己行拯救。耶和华互人知伊的拯救，直在别人的目睭前显明伊的公义。伊纪念伊对以色列家所发出的慈爱甲信息，地的四角拢看见咱的上帝的拯救。这是咱来吟信诗54首，信诗54首，同心俄乐天父，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咱议员徛伫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用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太子，伊对圣贤投胎，对食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入来了入来受苦，并是为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圣中国活，上天打做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咱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公同的教会，圣道的圣徒，最赦免肉体的荣耀，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这是三角卡客英文28篇。客英文28篇，诗篇139篇。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捌我。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我
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即款的财物奇妙，我袂会测度。我要去打落闪避你的神。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展开清早的室，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我若讲黑暗要掠砍我，着黑暗也袂当掠砍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你是发光。上帝啊，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虽然咱的吟圣诗289首，圣诗289首，咱人要行天路，请咱一个吟全首。请咱三个后头来祈祷。听阮的主耶稣，你是大有宽容、甲赏赐平安的王。主啊，台湾甲全世界拢受到病毒的威胁，人民生活伫惊吓中。主恳求你也赏赐政府甲医疗单位有够个的智慧甲政策，互人民嘛有好的配合度甲自律的行为，会当互疫情会当紧紧得到控制。主，阮嘛恳求你互台湾人有搁较坚强的心、三听甲坚守的心，
互阮会当看见，无论伫家庭、工课、教会，虽然拢伫疫情的危机中，拢有主你甲阮三甲同在。主，你是阮的管带，阮的保护，阮及时的帮衬，甲阮的气力。恳求你帮助阮，无互环境会扰乱，也互阮会当搁较侪来找求你、亲近你，嘛互阮会当举起祈祷的双手，用全然仰望的信心来度过即届的疫情，嘛互阮的生活会当紧恢复正常。主啊，阮嘛为着台湾即马欠水的旱灾来恳求，恳求你会当使稳定人民听阮的祈祷，互阮有以利亚的心志。主，你是创造万物的主，愿你差遣雨水对讨来降落，润泽台湾每一块高大的土地，恳求你怜悯阮。互旱灾的现象会当紧紧得到解除，嘛赏赐阮有教育的智慧，会当好好管理，珍惜你所赏赐的大自然的资源。主，你已经为遮的百姓有备你的救恩，嘛愿你的稳定润泽伫台湾即块土地每一个扩大的心灵，恳求你互阮会当时时来信效主你的稳定。虽然疫情互阮的兄弟无法度来到圣殿三甲来敬拜，但是阮依然较无主的话语，愿主的圣神充满伫仰望主你的每一个百姓，嘛互你的话会当成做阮生活的美粮，生命中的倚靠。主，恳求你搁一摆甲阮三甲伫咧，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上帝有光，就是拄起世我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光，就是拄这是咱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咱来看圣经撒母耳上卷第10章第6节。第10章第6节，耶和华的神要大大临到你，你也要甲因讲先知的话。你要变做新的人。再来看第9节，犹活转身要离开撒母耳，上帝换新伊的心，当迄日遐的兆头拢应验。再来看一位圣经，罗马书第7章第6节。罗马书第7章第6节，若是现今咱有脱离律法，是平素白绑咱的，咱已经按伊来死，缔到咱的服侍是伫心神的新款，毋是伫文字的旧款。讲道愿圣灵互生命焕然一新，请曾牧师。
所听下这咱今仔日的礼拜真特别，因为台湾对这礼拜有产生一个真大的改变，就是武汉疫情的疫情。愿天父上帝看顾咱伫这个疫情的过程顶端，咱的教会、咱的兄弟姊妹，台湾所有这片土地的咱的同胞，拢受上帝保守，愿咱平安。咱伫天父上帝的保守的内底，咱伫即礼拜来准备后礼拜，因为后礼拜是圣神降临节，所以要邀请兄弟姊妹伫即礼拜的过程顶端，咱安静甲上帝讨，因为圣神的充满对咱来讲真重要。多数兄弟姊妹对圣神降临节印象真深，就是一年咱有几摆大节，搁活节。受难周来就是圣神降临节，最后就是圣诞节。但是，请咱唔通袂记咧，其实圣神降临节唔是圣神恩待咱的开始，咱一开始就是圣神将伊家己分入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以，原起头上帝创造人的时，人是无活命的土粉，但是上帝将伊的活气分伫咱的内底，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兄弟姊妹来用祈祷来开始准备后礼拜，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进入圣神的内底。今仔日咱有主题经文，撒母耳上卷第10章，罗马书第7章，但是咱嘛有金句，就是罗马书第7章，罗马书甲即个哥林多前书，愿咱伫今仔日的经文顶悬，会通唤起咱，会感动鼓励咱，伫祈祷的中间得到祝福甲帮助。今仔日我要用新约的圣经，特别是记载伫使徒行传内底迄个故事，来做今仔日礼拜的主题经赞。我反倒当用伫一旧约的中间一个人，叫做扫罗。扫罗就是代表真正的王。扫罗伫少年的时阵，是上帝看做优秀、感动、甘心的一个少年人。所以今仔日伫撒母耳上卷第10章，伊咧讲起上帝差遣撒母耳去换手伫扫罗的身上，然後伫迄个中間，掃羅領受聖神的充滿。迄內底有一句話講，伊的心神就換新，伊的心神就換新。但是上感動我的是，我咧讀一本的翻譯叫做當代中文譯本。伊的翻譯是所有的經文漢字的翻譯內底上特別無共款的當代中文譯本。伊的經文講，他就焕然一新，伊的生命就焕然一新。雖然讀無共款的文字，無共款的聖經的版本，有時咱會有無共款的感動。所聽兄弟姊妹，願我將這個感動化作大道，將上帝的平安放佇咱在座。無論是佇禮拜堂中間同齊做禮拜兄弟姊妹，或者佇咱的厝裡內底，咧參與這個禮拜兄弟姊妹。願聖神將一個焕然一新的生命賞賜給恁。所以保羅講，這種焕然一新的生命，就是見到人佇耶穌基督的內面，伊就成做新的人，舊的代志攏變成過去。咱就忠誠成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是基督徒，有上帝國的記號，是光明的子子，是上帝聖潔的族群甲百姓。聖經所講的每一句話，攏毋是干那形容詞。聖經所講的每一句話，攏是咧喚起人佇生命的中間得到祝福甲改變。所以願天父上帝將今仔日的感動放佇咱的內底。漢字的聖經和合本是安尼翻譯講，這是白話字的聖經。伊講耶和華的心要大大臨到你。你也要甲所有佇這個身邊內底所有其他的祭司同款，你要講神的話。第6節伊講，你要成做一個新的人，變做一個新的人。兄弟姊妹，這句話若有感動你，你通甲上帝禱講阿們。
主伫所罗顶悬的生命的圣神，今仔日嘛要临到伫我的心中，换心，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互我内面有换心、更新的活命。毋通按我收回你的圣神，毋通按我收回你的圣神，就将迄个自由的灵，将迄个欢喜的灵，将迄个当互人生命换新的圣神。主伫今仔日的礼拜伫祈祷的中间，主你搁一摆，将迄个想数阿当迄个活开，主你分入我的内底。白话圣经讲，上帝就换新伊的生命，也这你愿意吗？一个人的内在的这个免疫抗体若强，伊就较容易抵挡迄个这个病菌的攻击。一个人的内在力若强，伊就真紧就翻译出来，有迄个病菌来伫我的内底。所有人没有症状，有当时毋是好代志，是因为伊的免疫抗体对外来迄个病菌，并毋是真紧就反应。上帝创造人，无论是肉体，无论是灵，拢对真侪无好的物件受一个敏感的。所以咱有病菌感染，咱会发烧，会无爽快。是因为上帝所创造活命的内底有一种免疫抗体，伊会帮助咱去适应、去保护。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祷告，无论我的肉体，无论我的灵魂，主求你赏赐我有迄个活跳跳的迄个生命开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就是我拄则甲咱分享讲。当代中文译本以安的翻译，伊讲耶和华的灵会降在你的身上，耶和华的神会降临伫你的心上，你要变成做另外一个人。旧的代志拢变成过去，你的价值观念、你的判断、你的心思意念、你的主张，你要全然因为上帝的圣神所带来新的亮光、新的主张、新的智慧。一个领受圣神的所罗，圣经记载讲，上帝予伊的心神全然换新。感谢主，上帝甲亚当分换开，上帝甲所罗享受伊换新的神。但兄弟姊妹，请会记得，上帝有管理享受圣神，但是上帝嘛有管理收回圣神。一个毋肯敬畏上帝，还是忽略敬畏上帝的人，上帝的圣神毋是上帝不爱听的。虽然讲上帝收回圣神，这是人的想法，所以代表讲毋通按我收回你的神，有无？其实上帝从来无愿意将伊互人的迄个灵圣神伊该收回，毋是，是因为人慢慢离开上帝。就如耶稣讲，葡萄树枝若离开葡萄树，伊就孤单，人就开始渐做无活命。树枝孤单，人就开始渐渐对上帝的声音听袂到，臭耳人，人就渐做一个慢慢老化，目睭雾无明，青眉。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里面帮助咱，有起头，伊无结束，毋是上帝无起头无结束。但是咱的生命有起头，愿咱的生命嘛甲上帝同款。上帝永远无收回伊所赏赐咱的圣神。所以每一摆做礼拜，敢毋是就是甲上帝祷告，主伫礼拜中你赏赐一句改变我生命的话吗？是咱的教会常常鼓励咱兄弟姊妹，咱彼此鼓励讲，咱来到上帝的圣殿咧做礼拜的时阵，拢是甲上帝祷告。主伫今仔日赏赐一句换新我生命的话，求天父上帝今仔日照伊家己美好的旨意，伊有所罗改变，伊嘛互咱改变；伊有亚当改变，伊嘛互咱改变。也这阿们嘛。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祷告，主每一年的圣神降临节，拢是我定心，亲像去加油站加油。拢是我定心带到你的面前，定心互主你的话开，亲像春风
奔入我的生命中间，亲像梅雨落伫咱的心上。咱台湾人麻烦足大，咱虽然即摆有富国神山，但是若无雨水，敢有效？即摆咱开始咧发现讲，其实台湾，咱才意识到，其实台湾是一路五望，但是人毋是绝对够。一粒按钮饲毋着，就全台湾你看偌济人停电。即摆的停电就是因为一个工程师伊操纵，顶悬你按钮甲下口迄按钮，伊饲了毋着了，跳机。兄弟姊妹，人有极大的无可靠。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生命中间，咱得了自由。所以今仔咱所读的另外一个主题经文是罗马书第7章第6节。伊讲上帝要讨帮咱，并所背绑咱，并所捆绑咱。汉字的圣经讲捆绑我们的，白话是圣经讲背绑，就是互咱绑脚绑手。咱无迄个自由，就是疼别人；咱无迄个自由，会通无看路；咱无迄个自由，讲要爱困就爱困。咱的生命有真多限制，咱毋是一个真自由的人，敢是？所以保罗讲：我所以爱的好，我做袂来；我所无爱歹，我却是常常犯着。圣经内底禁止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圣经安尼讲，保罗安尼讲：当圣神临到的时，咱的服侍就要诚做心神的心款。咱的服侍就要诚做心神的心款。这个服侍会当翻译做礼拜，因为圣经新约咧讲起服侍，这个字中文翻做服侍嘛会使，英文叫做 service，service 会当翻做礼拜 worship， 嘛会当翻译做服侍。所以啊，你姊妹，当圣神踮伫咱的内底时，咱的礼拜无论是伫礼拜堂，也是伫你每一日你单独安静咧灵修的时，上帝圣神要互你超越你的白纸黑字。圣经的话，要互咱得到自由。愿咱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第一，咱甲主祷讲：主，我要成做真正有自由的人，毋是迄种的自由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毋是，就是我要有自由无受气，我要有自由喜乐，我要有自由平安，我要有自由赦免迄个对我无礼貌、伤害我的人，我要有自由活出来。上帝荣耀踮伫我的内底，我要有自由伫这个世间，虽然有真侪因由攻击，我要有自由赢过试探甲迷信。圣经所咧讲的自由是这种的自由，所以兄弟姊妹，愿主的神将伊的话开，赏赐互你甲我。咱需要谦卑承认。徛伫讲台顶，甲徛伫讲台骹的人，拢是迄气的人。咱有极大对咱家己无奈软弱的所在，恳求天地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将这个自由的圣神赏赐互全世界，也赏赐伫厝里的所亲爱兄弟姊妹，互咱无因为这个疫情，咱心中有无好的过头的惊吓。主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的中间，有无？他拄讲服侍，伊伫即个所在经文最后一个叫做侍奉、敬拜。咱来到圣殿礼拜，其实就是一种侍奉，用祈祷侍奉上帝，用学乐侍奉上帝，用咱的心神来侍奉上帝。愿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是旧嘛是新，就亲像咱有旧的礼拜堂，咱有新的副堂。就亲像咱有旧的德堂人，嘛有新加入的第一代初信的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换新咱的生命。圣神降临最重要，就是耶稣鼓励逐世代基督徒常常祈祷、敬虔、刻薄。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搁一摆感动咱，对今仔日的礼拜到后礼拜，咱搁同齐伫这个所在来分享见证。上帝伫即礼拜圣神对我做什么？上帝怎样予我对迄个受捆绑、背绑，会当得到讨放甲自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
咱开始经历着上帝。信仰若敢若只有听到讲道的信息，毋捌感受到讲即个看袂到的圣神是早伫地，今仔日伫地，将来嘛会伫地。无经历的信仰，就亲像椅仔骹袂在。基督徒受邀请最重要，就是邀请耶稣进入伊的家庭，邀请圣神进入咱的心内。基督徒最大的快乐，就是忽然讲哈利路亚。主啊，以前我是用听的，但是今仔日我亲目睭、亲身经历着上帝。你是搁真搁活的上帝。愿天父上帝将圣神点伫咱内底，迄种的快乐赏赐予咱。这是今仔日咱互相的祝福。这是今仔日礼拜中间咱同心的祈祷。愿天父上帝过去更新这间教会，今仔日又愿要搁更新这间教会。所听的弟姊妹，就安静听上帝的声，就安静听上帝的声。愿天父上帝将伊呼召的话放伫咱的内底，因为今仔日咱伫礼拜中间所脚步祈祷的，是对天灵来的上帝，是圣神。是天顶的神，所以保罗讲，咱所领受的，毋是这个地面上所有一切的神。所以保罗讲，毋是所有的灵拢着相信。人类自古逐种的民族，拢是咧追找迄个看袂到的上帝。但遐侪姊妹，你敢肯定讲阿们啊吗？你认为？伫信仰的这条道路顶端，你敢真正找到你一生的依靠？愿咱定心用敬虔的心问咱家己，咱甲上帝讨讲：主，我不爱干那听牧师的讲道，我要亲自领受你踮伫我的家中，到代代无尽，因为你是一个以貌内利的上帝。对天地来的上帝，兄弟姊妹，求就互咱，愿咱伫上帝面前，第一，咱的生命换新。今仔日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做3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就是甲上帝讨讲，主换新我的生命。有真侪足具体，你若感觉你歹困，牧师甲你带导，互你好困。你若感觉你真熬烦恼，咱做伙祈祷。上帝将真正的沙龙平安放伫你的内底。咱的心内若真够看入这个世间的事，咱做伙同心，咱求圣神来到咱的内底，互咱前看做重要宝贝、荣华富贵，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怜悯，咱超越迄个，咱迷迷糊糊、日也想、暝也想咧追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上帝是一个赏赐人活命的上帝，所以圣神降临，毋是对五旬节开始。圣神降临，圣经讲对起头就开始。一个红仔伫妈妈的腹肚内，伊开始受孕，迄个一刹那之间，上帝就将伊的圣神，迄个气就分入伫迄个活命内底。所以啊，弟姊妹，愿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到主的面前，咱甲主祷告。自起头你创造天地时，你有亚当迄个活气，今仔日嘛赏赐予我。愿咱伫主的面前，咱今仔日的礼拜，咱就得着。创世纪第2章，第1章讲到上帝创造人照伊的形象，第2章上帝讲，咱将活气分入伫这个土角，土粉所做的亚当，伊还未有名，伊形成了后。上帝圣神就将伊的活气，圣经讲，上帝就将活气分伫伊的鼻孔，伊就正做有灵、有活命的活人。愿咱伫主的面前，今仔日的礼拜，对今仔日开始，上帝所咱活气，互咱活跳跳，连呼吸都喜乐。兄弟姊妹，咱甲上帝讨，连喘气。有偌尼侪人伫武汉肺炎
连喘气都艰苦，对无？特别是最近上严重，全世界上严重，就是印度。因连迄个一口气要得到都不容易，所以大家拢咧烧抢迄个氧气筒，但是无拄拄，大家人拢有机会得到氧气的帮衬，甚至连死都无奈。阿公载阿嬷载去到河边，然后就将伊尸体弹落放水流。咱台湾人讲，什么放水流？人的生命甲死的狗，愿天父上帝怜悯全世界，无搁再有即种的悲痛。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互咱会当喘气。咱甲上帝讲，你伫创造宇宙的时阵，你就放伫地球，一口宝袂开，包括上帝你的圣心。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因为上帝圣心即个活开，咱全然成做新的人。是真正基督徒，全然焕然一新，甲我做清洁的心，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主怜悯帮助咱伫第一个礼拜中间，咱甲主祷讲，主求你换新我的心智。保罗是一个真够讲生命更新的讲道的牧师，使徒，所以伫伊的真侪批信的中间，拢讲到生命更新迄种的欢喜。所以，愿上帝圣神，互咱的心智、心思意念，包括咱的意志，咱有得胜的气力，主甲咱三甲伫地。第二，伫今仔日的金句，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听了主题的经文了后，咱进入伫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最重要一个主题，就是上帝国要临到咱的内底。所以，耶稣学生问伊。耶稣讲：上帝国伫什么所在？耶稣讲：上帝国要伫恁的心内。所以今日金句最重要的是讲起，当圣神啊踮伫咱的内底时，上帝国就临到伫咱的内底。所以有人读到启示录会烦恼世界末日，充满对世界末日的恐惧。但是启示录咧讲起世界末日的预言，最重要毋是要互人惊吓。最重要就是要互人把握伫今仔日的现今你的生活，这个人准备将来快乐甲上帝圣神活伫今仔日。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既然活伫上帝国内底，今仔日的金句就讲到一个真要紧的对比：你在乎什么？你不在乎什么？圣经讲，上帝国不在伫临遮。你会记得这段有诶无？搁落去讲，上帝国乃是在伫圣神内底喜乐。所以当咱读到这段圣经回应今仔日圣神充满的这种的祝福，兄弟姊妹，你敢会当为你家己做一个真重要的祈祷？你问你家己讲，我对过去到今仔日，我一生所在乎的是什么？我嘛要邀请中集爱认真为着咱同心，为着咱教会来祈祷。顶礼拜牧师甲恁报告讲，明年就是咱的教会90周年，有无？牧师邀请咱做伙为着明年90周年，咱应该准备的工作。其实毋是要准备庆祝90周年，牧师想要邀请咱提早超前部署，因为90周年毋是结束。对，这堂教会要怎样来准备对90周年到100周年超前部署？那安尼，这堂教会应该在乎什么？圣经讲，上帝国不在你临遮，意思就是教会不要成为吃吃喝喝的教会。我讲白话，敢是安尼？教会重点毋是伫爱餐嘛，敢是？教会的重点嘛，毋是伫这个世俗的世间的私利欲望嘛？那安尼是啥？伊讲伫圣神内底喜乐。这你敢会当甲牧师回应？你感觉什么叫做伫圣神内底喜乐？你感觉经历到
当圣神充满你的时，你有一种哪亲像苦死啊，亲像囡仔有当时咧行路无在，都用跳有无？你看咱的囡仔有当时啊，愈细汉的囡仔愈有迄种的现象，就因行路的时阵，会不自然的亲像落下来跳安尼。你感觉你的生命人生就是充满这种的喜乐的灵，甲你撒家己地。所以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甲恁分享，来唤起恁开始去思考讲，什么是伫圣经内底喜乐？有一种的喜乐是钱买袂到的，有一种的平安嘛是钱买袂到的，有一种的荣耀甲骄傲嘛是钱买袂到的。咱捌想过无？但是多数世间的人100个，拢在乎钱买到的。但是圣神来帮助咱的时，咱会改变。所以今仔日的金句要甲咱讲什么？伫今仔日，咱要准备过圣神纲年节时，你要甲上帝讨什么？今仔圣经讲金句讲，上帝国不在伫人家，乃是在伫公义和平，搁圣神内底喜乐。愿天父上帝听咱教会众人同心的祈祷，大大赏赐在座兄弟姊妹，对今仔日开始，你的生命充满了满足的喜乐。兄弟姊妹，你快乐吗？你还好吗？你快乐吗？每一摆咱互相认真安尼相问的时，是代表我关心你，我祝福你，代表上帝要将一个新的喜乐、圣神内底的新的画面，赏赐互咱，无例外。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就是要安尼，在乎这个字，在乎这个字，足特别的。以前我敢若会晓读中文。但是哪来我咧读圣经的时，我哪来咱会想讲，伊原文到底咧讲啥？牧师要甲恁讲 ，ego emit autos， 恁会记即句话无？我就是我。耶稣讲，愿恁平安，我就是我。迄个就是 ego emit autos。今仔日即个在乎即个字叫做 emit 啦，真水的字。emit 的意思就是是，上帝国就是。咱若得到上帝国，咱的生命内底，咱的心思意念，就是有平安、有喜乐、有水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乎什么？愿咱伫主的面前讲，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充满了能力的生命。咱毋是一个无小无量的基督徒，咱毋是一个软弱。只有脱开悔改，咱要有得胜的开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对今仔开始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对圣经找答案。圣经内底喜乐是什么？圣经足清楚有写着。圣经上中讲了2项，第一，就是伫圣经内底喜乐，就是一种满足的喜乐。毋是因为我有社会地位，毋是因为我有好的悬的学历，毋是因为我有真多的价金的钱，满足的喜乐。第二就是一种的生命得胜的欢喜。主啊，我虽然毋是一个受真悬的教育的人，但主你的话何等的宝贝，互我知影什么是尊贵，什么是见效。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有圣神所带来喜乐。满足的喜乐就是上帝的生命，互上帝满足的人。满足的喜乐就是上帝用伊的疼充满我，所以呢，疼满满，我就感觉无遗憾。我就感觉我人生安尼来到这已经够了，有悲哀的感觉。咱虽然有软正。有袂晓，有跋倒，但是咱感觉，咱有得到赦免，但是更较自由，咱有悔改，咱有得到讨放，咱嘛有重新亲像迄个浪子，
伊愿意讲：爸啊，我得罪天，得罪你，我不配。但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二就是德性，圣性内底喜乐，就是咱赢过迄个引诱，咱换过迄个迷惑，咱伫是非世俗分别做成的中间，咱选择甲主耶稣同齐，过国外的活命。咱尊重圣洁，今仔这个时代的人，愈来愈无认真去讲迄个绝对的道德的标准，因为咱感觉，当我若咧讲道德的标准的时，好亲像咧批评人，毋是。其实，今仔这个时代的教会，愈来愈无咧讲起什么叫做人格者。我毋知你有感觉安尼无？只要有能力的人，伊就是头人。即摆教会愈来愈无咧讲起什么是真正用圣洁、用谦卑、用牺牲来建立上帝的国度。有一种的德性，是对心内超越这种私欲的捆绑。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有诚实的欢喜，因为只有诚实才有平安。求天父上帝赏赐咱伫圣心内底德性迄个权柄。伊讲上帝国不在的言语，乃是在伫上帝的权能。意思就是，当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上帝要将迄个德性赢过引诱甲试炼。迄种的对魔鬼讲 no， 这种的智慧甲能力，兄弟姊妹爱心中思考，你我咱敢有拒绝引诱的能力？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今仔圣经讲一句话，牧师讲教会不应该是吃吃喝喝的。我有看到恁咧点头，兄弟姊妹。人生中间有时一句话，咱真容易了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恁大家拢知影对无？这啥物人毋知这句话？但是偏偏这个世间，大家人拢欣赏迄个可以白吃白喝的人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日圣经中间，伊甲咱讲的话，讲上帝国不在伫人家，乃是在伫上帝圣心内底，迄种新的画面。拄则牧师讲，在乎这个字叫做 admit 叫做是啦，英语叫做 to be。我是什么人？我要成做什么人？当咱踏入上帝圣殿，甲上帝讲我愿意，咱领受洗礼成做基督徒，迄个时刻开始，咱就已经选择讲，我要成做一个军队牧者骹步的人。兄弟姊妹，毋通袂记这种的。恁起头的使用，当咱甲上帝讲阿们的时，咱已经甲上帝讲，今仔日我是属于你的人，我要军队我的牧者，牧者的声音我要听。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我倒来到第二个祈祷，何牧师甲恁提醒，亲爱兄弟姊妹，伫你人生中间，你在乎什么？主帮助咱。恁感觉这间教会应该在乎什么？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主的面前，我们在乎的是天上的事。伫圣经中间有讲到天上的事，这四个字后壁佫加一个名词，有三种：从上面来的智慧，从上面来的灵，从上面来的事。我佫讲一下，智慧、圣神以及上帝的计划书。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无够长长时间甲恁解说这个，但是愿恁对今仔开始来想，我若有天顶来的福气，我伫第一章就完成。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天上来的福，牧师要甲恁讲8福 ，Macarius。咱若有上帝手中所赏赐咱 ，Macarius 对天顶所赏赐的，
咱就知影即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实在讲起来，相较之下差天甲地。但是因为咱是人，所以有时咱也无法度体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从天上来的能力，从天上来的智慧，从天上来上帝伫你生命中间伊的心意。所以以赛亚讲，上帝的道路悬过我的道路，上帝的意念赢过我的意念。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你会选择的。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对今仔日开始，你讲阿们的时，上帝将荣耀、尊贵、权能，因为这是上帝所有，荣耀、权柄、权能，赏赐予咱，予咱才对得胜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们，耶稣讲，天后五旬节圣神要降临，恁就要得到对天灵来的能力。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第3个祈祷，就是大大开嘴，咱甲上帝讲：主啊，求你将你所赏赐对天灵来的画面 ，Macarius， 就是圣经所为着世间人准备的这种上帝的恩惠、幸福的人，主求你帮助我。启示录12章第10节讲。约翰行洗礼约，毋是行洗礼约翰，就是耶稣的学生约翰。伊讲：我有听见天顶有声，圣神的声。伊讲：上帝救恩能力国度，拢因为耶稣基督。今仔已经临到，今仔日已经临到。上帝的救恩能力权柄国度，愿咱存着双手，咱甲主讲：主，我听见。求你将你对天灵来救恩，放入我的生命。愿咱对上帝讲阿们。兄弟姊妹，千万不要忽略上帝圣灵的声音，千万不要离开上帝。咱若离开上帝，咱就下到青面草鱼人；咱若离开上帝圣神的责备。咱的生命就死去，抱到树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若无敬畏上帝，从此以后，咱只有听到世间的声音，就听袂到上帝宽免的声。千万，兄弟姊妹，唔通。走互上帝约，阮兜迄只新来狗哪子，阮拢毋敢甲放，因为带去咧田诶，一放开了后，互阮两个，我甲陈牧师两个就足甲天腿，因为伊无受约束。但是阮另外一只Kiki，足好叫诶，因为一细汉就对伫阮诶身边，无论走偌远，伊拢会回头倒来看。陈牧师伫对，曾牧师伫对。阮若甲讲吃，好，较远就撞倒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甲咱有亲密的关系，咱已经领受上帝的恩典。希伯来书第6章第4节讲，咱已经互光照，咱嘛担着恩典的滋味，咱嘛明白上帝的真道，咱嘛觉悟。将来有上帝的审判，亲爱的姊妹，保罗讲，唔通离开上帝的话，因为离开上帝的人就无再有机会悔改，因为因将上帝的耶稣基督，搁一摆顶伫十字架顶悬，明明互伊见效，主怜悯咱，兄弟姊妹。独只有我个相信，咱才会通有能力。主帮助你，主帮助咱的家庭，主帮助咱所有的所听的姊妹，拢脱离黑暗的关系。今日圣经讲，白白得到透帮，
地棒，伫咧头棒，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主，阮伫你的圣殿，听见你的话，你的话是阮要讲是，主你免帮助阮，阮有听见，但是有时阮袂记得，也是阮忽略，有意无意中间，阮有跋倒。伫闽人的上帝帮助阮知影，回家的这一条路，主帮助阮，互阮知影悔改这条路，主帮助阮，互阮知影得到救恩这条路，互阮知影，主你的但愿，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互阮定心得胜。愿安尼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咱来念圣诗。念圣诗一达上帝会听，圣诗304首。我当囥恁，着献家己；我当囥恁，着献家己。请起立念全首。心
请坐。平安内，请坐牧师。亲爱的姊妹，咱即时来用祈祷，做咱今仔日的平安礼。咱的教会可能要准备，咱嘛承认讲疫情有当时是毋是咱的手无度控制所以咱有鼓励咱的兄弟姊妹，若有需要，因会当伫厝里内底来参加咱的礼拜。咱做伙来为着即届疫情，咱同心来祈祷。所听的姊妹，咱伫咱的心中每一个人，咱拢将咱心内看路，咱伸出双手，将这个看路来交予圣神上帝。咱甲主讲，主，我对这个疫情有时有惊吓，有时有无奈，主，我嘛毋知要安怎。但主，我将我的看路交伫你的手中，也即咱将咱的看路来交予咱的上帝。伫厝里的兄弟姊妹，伫厝里的兄弟，你嘛通做伙，咱将咱心内惊吓看路健康的威胁，咱将这个危险，咱交予咱的掌权的上帝。主，阮将阮心内看路来交予你，阮要真小心、尽管保护家己、照顾亲人，这种的公共卫生的措施，但是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互阮心中有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将阮心内的看路烦恼甲摕掉。阮即摆要为着台湾来祈祷，天顶的上帝，求你听阮祈祷。愿阮所讲的平安，毋是干那言语的平安，因为今仔日礼拜中阮所读到圣经讲，上帝讲不在伫言语，乃是在伫上帝你的权能。恳求圣神运行伫台湾，阮的故乡，阮的国家，祝你享受平安，互即摆受感染的阮的同胞，因早一日恢复健康。天父上帝，阮嘛恳求主你保守，因为阮需要有社会活动，阮恳求天父上帝保守，伫每一种的社会活动顶悬，主你照顾，互阮台湾人有公德心，共同来保护这个社会，照顾家己嘛，照顾别人。主，我要奉你的圣名对你来讨，求你赏赐圣神，即时降临进入阮兄弟姊妹的家庭心内。主，阮伸出双手，恳求你将平安放伫我的手中，放伫我的心中，放伫阮的家庭，放伫即摆伫厝里，无法度甲阮面对面做伙做礼拜，手牵手做伙礼拜，阮的兄弟，主你知阮同心合意，愿天父上帝保守照顾，互阮早一日脱离这种疫情的攻击。恳求你的圣神进入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的内底，赏赐圣经所讲的搬过节，迄种的保守稳定。祝福一切攻击、死亡、歹代，拢离开阮远远。阮奉耶稣基督圣名安尼求祷，阿门。咱来用这条诗歌，咱互相祝福，无论是伫教会、伫厝内，咱兄弟姊妹，愿主耶稣的疼、平安，甲咱大家伫地。咱来吟这条诗歌。
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在咱的一生中，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脱离黑暗关，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哦，耶稣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听你。上帝保守咱，大家小心哦。咱拢听足一摆啊，勤洗手，戴口罩，哦，勤洗手啊。若无代志，这2礼拜尽量就不要到处拍走哦。咱三甲来看报告。上周聚会的部分，咱家己看。本周聚会祈祷会，拜3、8点伫礼拜堂，家庭礼拜暂停，青少课暂停，查经班暂停。服侍暑假服侍，下礼拜聚会曾主教长老、领师林玉长姊妹、苏琴、刘玉明兄弟。集体交通第1点。欢迎兄姐参加礼拜六早起10点圣言诵道、灵修读经的祈祷会。拜六暗7点半的查经班，这期的主题是耶稣的故事甲比喻。第3点，疫情期间确保健康，请大家做好自我保护。出席礼拜甲聚会，请挂喙安。生日。洪怡金、杨依玲、张子静、庄玉芳、廖建佑、庄碧果、彭宣慈。复现报告，咱家己看后出入，请向会计反映。大多数项，第1点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2为新生欠安、丹素、张庭、江清锦。钟岩、张达、张天比、吴彩云、洪玉基、庄仁巨、刘克龙、洪在根、洪詹树莲、王俊勋。第3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祈祷。新高中的有乔恩、千亿、维宗、维泽；升大学的以龙、以乐。第4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第5为姊妹教会大祷。富林教会、一教会、德克达雅教会。上营信息514首。打马线会求助束缚，打马线会求助束缚，请起立金泉手，金丝线请牧师接倒。
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基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避讳。咱若问候，咱就互相点头，吼，讲平安安就好，吼。上帝甲咱三个伫地，奉献的家己摕咧奉献袋，吼，咱就无搁再安尼。